要来看台南市北门区农会溪底寮分部传出员工诈领人客的存款，5个人客共偷领大约210万哦，这员工嘛失踪，农会已经报案，警方嘛在抓人。 听到农会防偷领钱，在地民众透早就赶紧去到北门区农会溪底寮分部女仆啊，就惊辛苦赚的钱会乌有去。家己啊听人讲，听人讲啊，紧来看呢。加减嘛烦恼，辛苦钱哪有迄落袂烦恼？我听到安尼，我好规暝拢袂困者，我会再紧赶到要来洗铺啊。哦，要来录一下铺啊，看卖啊。哎呀，好恐怖哦！ 旧日过年进前，台南市北门区农会溪底寮分部传出有员工涉嫌偷领客户存款，初步清查有5名客户存款，大概共偷领240万。根据了解，这偷领的员工是一名临时人员，5年前到今，去年7月调到溪底寮分部负责办这存款的业务。这个员工涉嫌伪造囡仔偷领客户存款，代志曝光了后，这个员工目前是失去联络，警方已经锁定伊的身份，等来追查。 其实我们账有都有处理起来的啦，我们不会让民众有损失，一定不会的，请放心，而且我们都有保险的。除了清查确认自身账户有无遭盗领外，如有前往农会办理相关存提款业务，应确实了解金流的去向，保障自身权益。 偷领的代志曝光了后，农会唔敢代伊进行全面的清查。北门农会强调会对客户负责到底，要投保职员诚实保证保险，客户袂有损失。这个案件是员工的个人行为，农会会继续清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